嚟韓國大創除咗買小物化妝品，其實呢一度咧都係零食手信寶藏天堂，唔需要再去便利店，都唔使特登去大媽。韓國旅行一定會行大創嘅朋友，呢一篇一定要 say。邊買手信零食？Google。韓國人童年回憶之一，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可以套喺手指上面食。三超人氣玉米片，偏韓式甜鹹口味，配酒一流。Goodbutchip 超紅零食之一，相信都唔需要多介紹。Pokchip 韓國最經典薯片品牌之一，薯仔味較濃，薯仔控一定超級愛。椰鑑焗烤薯仔口感比一般薯片厚，推薦大家咧可以買點醬版。韓國爆紅小食剝皮啫喱糖，近年超人氣同埋超換味嘅一款零食，做成好似真嘅剝皮生果一樣，有大包裝同埋小包裝供選擇。Office 打工人必買。Jurbyung 迷你脆麵零食，泡麵味神還原嘅一款零食，一口大小。韓國下午茶嘴饞嘅時候咧，超中意食呢一款麻薯控大愛有3款選擇，內餡都係 QQ 嘅麻薯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中意嘅口味選擇。我個人咧比較推薦 Jundae Chocolate， 食上去咧有唔同嘅口感之餘咧，仲唔會太甜。朱古力控咧可以揀呢兩款，一口朱古力餅，韓國經典朱古力餅，超濃厚嘅朱古力味，幾乎係韓國家庭咧必備一盒咧嚟招待客人。沖飲系列，韓國國民咖啡條 Maxim 最近咧仲出咗低糖版，仲有唔同嘅咖啡條沖飲品牌供選擇。康普茶可以話係韓國女生超愛嘅一款飲品，好飲之餘咧仲係熱量低，凍水一沖咧就有一個微氣泡口感飲品。中意煮嘢食嘅朋友呢兩款一定要有。萬用高湯圈，一粒加入熱水咧就即可以變成高湯，新手都可以輕鬆煮出韓式美味，亦都係每一個屋企必備。連唔煮飯嘅我哋都有一包烤肉醬料 set。回國之後咧掛住韓國烤肉店呢一個咧真係必買，一盒咧就可以還原韓式烤肉店嘅美味。想要韓國大創零食手信懶人包，留言加1DM 整理發俾你。分享處全獨家貧情，追蹤我一齊地道式玩韓國，下次見，探咩拜用。